西宁太子宫，建教大典。西宁太子宫旧庙，还有新庙。太子御宫站在屋顶上，那是新庙。好像是24节气的神，还是跟12生肖有关的啊？可能是跟12生肖有关的啊。60甲子，60太岁，太岁星君呢？太岁星君呢？仙桃。西宁太子宫建教大典。哦，你看卖光碟片的，有那个车子卖光碟片的，有庙会的时候都整辆车开出去要卖光碟片的。看那个还有萤幕的，可以播放影片的，很用心设计耶。你可以展示那个光碟片呢，还可以播放影片，真用心啊！推广文化。有了 YouTube 影片频道哈，有了光碟片，生意就受影响。人世间世事无常，行进
天下路说：“我有修道不误人，修道修心，办道尽心，保存良心本性就是道，发挥良心本性就是德。有道有德上天堂呢。常行十善，不犯杀盗淫，不犯欺淫妄语，恶口两舌，不造贪嗔痴。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。”出自《六祖坛经》。保佑命之那个巨大的变。台南府城那个叫什么庙的有信众来送的。慈湖王爷的庙。普济殿还是什么殿呢？可能是普济殿，而信众赠送给西宁太子宫。你看那个建教文书啊，榜文啊，你看那个建教做道士的人才呢，画写字摆设一些文物。你看，连这个花灯场，还有普渡场，你看什么图案啊，都代表什么意义都是学问呢。坛场里面怎么规划设计摆设，都是学问呢。守护神和财神还是天兵天将，你看，都是学问呢。你看龙头龟身叫玄武啊，龙头龟身叫玄武。建教的场景才有呢，这些艺术品得来不易啊。号称台湾第一大教，先是南昆生代天武，凌霄宝殿落成，然后有那个谢图典礼，有建教了，有50年一大教，号称台湾第一大教典。然后后来西宁太子宫也办那个建教大典，也号称台湾第一大教呢。有丰富的影像，得来不易啊！多少人的辛苦换来的。你看这个卖光碟片的车子好用心啊！你看车子可以这样设计，好用心啊！